画山，画水，画玲珑。欢迎节目作品蹦恰恰。感谢咱全球所有的华人共同来欣赏咱上较有水准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好看的节目，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，我是咱大家好作品蹦恰恰，多谢你再一摆关照。今日讲台语的水，讲台语的由来节目，来当万年久远，会使咱后一代子孙来讲哦，原来咱的母语是这样的水，这样有意思。但是，敢若靠我是无够力的。是。即摆我有一个好朋友，这就是咱的台语文专家郑安珠老师。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，演艺事业攀高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舞台献技，方才老师讲迄句话，使我想到一寡字啦吼。哎呦，小大家做参考一下。哦，这字太水了。目36班。讲较大声啊。36班。这字太水咧。哎，未写啊。你敢会想假？我刚才看到伊的手势，我就可以想到伊字足水的安尼。万世纪创造就辉煌年代。哇！冲了哈，辉了哈。这两个人是将来咱台湾演艺界的希望。因为不管因是因的演技，因的认真度，阮这的顶演的，这老一辈，这主持人拢看会到。哇！你捌来嘛吼？袂，我来第二届。是，节目流程是讲爱啊，做互相介绍对方啦吼。所以为你先，我介绍重现啊，啊无咧。哦，我甲重现啊熟悉，有时有一出电影。唔是你介绍伊的。唔是我介绍伊。哦，你电影我放假，我。伊演白狗啊。啊，迄阵啊。你演调狗嘛？我演唔正狗啊，你好。唔正甲你讲我要创好啦，较正经的啦。啊，迄出电影阮咧演兄弟。啊，迄第一届演伊袂响，你知无？啊，导演就讲，我甲你讲，你就甲真正当作是恁兄弟。啊！你甲伊斗阵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这个囡仔吼，足实在。你即摆叫伊演啊？无，伊迄阵伊才十几岁，伊阵几岁？20长20出头尔，迄阵我已经28，我已经算要做阿伯的人啊。迄阵伊真正做少年啊，足活力的。我看到伊活力，我看到伊就感觉，哦，伊做啥物代志吼，拢无受足济，足直接的。你袂感觉伊有心机？你一看吼，伊逐个动作都是伊拢是对心内出来的。这介重要。足诚恳的。所以我感觉伊甲伊斗阵的时候拢无压力，然后伊就敢若就是你家己的真正兄弟。伊就学了你是点头什么意思？我是你理解讲伊讲的话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啦。我是讲原来是安尼，唔是讲我唔是讲对，我是讲原来是安尼。我咪歹势死我安尼好啊。而且我感觉伊上厉害、上特别的，就是伊迄届嘛第一届演戏，因为伊是唱歌，伊唱歌足厉害的。但是伊袂晓演戏，但是演的过程吼，你会感觉伊踏出去拢用性命去搏，因为迄就是伊原本的个性。伊这种个性，我按讲伊就是迄种天公伯啊，就是出世要还有演戏的迄种个性。哎呦，天生的演员，因为伊的感受就是伊会直接对心内放出来。这种物件毋是逐个人拢有法度安尼，对伊天生就是有这种个性。伊这种个性就是，不管你甲放喺倒一个所在，伊拢会用发光、发热，变成一个足伟大的演员。哎呦！兄弟多谢，等下回8万8去我来讲。伊讲这我认同，你讲这我认同，因为大家所有导演也好，大家爱用伊，是因为你互伊散发的角色。伊表演甲华语叫做恰如其分，对，而且袂假，足自然的，足自然的。哎，你本身就是纯真嘛，对，伊就是无咧演，嘿，
就厉害就。变上主对人，对，对，太强了。这真情啦。哎，啊，还有什么要讲的？做人安那好无？因为其实我感觉。我冇拍过做侪戏，啊，伫咧看来嘛熟识做侪朋友的。因为我感觉以后的感觉就是，我若有啥物困难有无，啊，是有啥物问题，伊个会就歹势甲你讲，但是你会感觉伊做想要听你的。伊捌直接拍入你的口做无？伊的就是永远就徛在你这边，伊有你一种心内足温暖的感觉。伊会听你讲，嘿嘿，讲你心肝来艰苦。对。哦，伊听听。啊，伊个还蛮讲，你知哦？啊我知所以伊就背，但是你对伊的眼神，你就看得出来，伊就有感觉话要讲，伊甲你放在心肝内。互你讲干咧，伊敢若无缺点。伊无啥物缺，伊唯一的缺点就是吼，伤爱哭。因为，但是这缺点嘛是伊的优点，因为伊就是啥物代志拢足认真的，啥物代志拢足投入不是的。啊，人有感觉就是。而且我咧管两个咧讲话。对啊，你真正怪奇呢。伊就是因为这种，伊这个缺点就嘛变成伊的优点，一体两面呐。所以伊咧演戏的时阵，才会做一个就甲栽落。所以咱伫戏剧中看到这个伊的表演，甲伊实际的个性，其实是直直来，直来。对，这最重要。完全无任何无好的心态，完全无心机的这个。对，你只要有一个任何，因为咱演戏，你只要用你的情绪，你用你的思想要去控制你的情绪，你只要起心动念一点仔思想，迄场戏就去咯。所以演戏爱应无所住，理性其心，上悬的境界，金刚经内底都有写咯。阮师傅考孝顺，逐工拢咧跟我讲。起心动念动念，最重要毋是动念，动动迄在读文言，对动念对，是咪咧甲我教啊？对。老师起心动念对。对啊，紧动念。啊，伊头讲的意思哦，咱有一句俗语当甲形容重现啊，就是讲啊，这个人哦，一条肠啊，烫脚酸。对。有啥物物件，有啥物想法，就直接表达出来。啊，这种人较好斗阵啊。是嘿啊，恁演艺界有这种好朋友，大家爱相敬相听，是。大家互相支持，吼。顶个月，阮伫咧高雄排练演出嘛，顶个月就是伫遐一个月时间，要一个月时间，希望伫咧这个创下来面册 FB 啦，一下高字，哎，我用华语读讲哦，我不会唱歌，我要回家。我冇看无啊，但因为我无甲你的 FB 啊，你哪有？来讲啊，人会传好我，你做够唱的，那到。你这边各位好吗？你就是讲你设定好友，伊就看无。迄压力有够大。你歌夭寿歹唱，佫爱身段，佫爱有诶无诶，安尼啊老师教啊，迄啊，老实师教在最痛苦。我嘛足艰苦。哦，我看到伊写迄句，我嘛足烦恼。啊，你也了解以前迄高中诶迄个歌戏好啊，嘿，歌。迄四边柜将军落清落吼长嘛，所以伊会爱贴管嘛。佫出太行，迄定定嘛去打着滚，你知无？啊，打掉了别个唔做好笑，哦，但是演了最好，哇，一定好的啊，足歹唱诶，搞假安尼啊，嘿啊，好，真搞。安尼就你来介绍，未讲你啊，哦，别讲莫讲我，换你介绍伊。我介绍伊哦。哎，这长嘛，落长去头你介绍。心内感觉讲出来。我你迄两句就好看。因为我感觉太济咧，我感觉太济。无我嘛是第一件甲伊相处，嘛是算第一件你倒位人，台南高雄。无咧，我宜兰，我东北教我福良。迄边讲第一件。第一件。第一摆。第一摆。第一次。啊，其实我拢讲，我可能厝外景走来走去有去偷着。去偷着啦。你走外景去偷着，所以你是人已经好啊，走出外景你也再去从搁生一摆就对。无啥，我意思是讲我口音定定叫人偷着，嘿啦，会叫人影响着。所以对嘛。对，所以我是第一件第一摆。要讲你呢？哦，第一摆甲伊相处就是伫网咖嘛。啊，亲像伊看到我是遮尔直，其实我看伊嘛是共款直啦。啊，我心机足重啊。可能是我无感受到，伊对，可能是对你心机重。你对我还好。这种代志我甲你讲过，咱私底下再说。莫讲出来，莫讲出来。无啦，伊就是感觉伊，阮就是结拜兄弟嘛。啊，内底演的嘛是，因为就是等这种角色开始慢慢仔磨，啊，互相相处落来，大家感觉拢足好的。只是伊就是伫个内面的角色，较扮演咩讲？扮一个，互人会感觉伊就是一直拢伫个足白烂的状态。
伊就是安尼，就安那。足白兰，别人呐，白兰啊，欠天呐，啊欠人拍啦，啊什么要占土炭迄种感觉就。是要个站种。哎呦，我迄个感觉足对的，啊，最甲伊做伙起来，嘛是感觉迄个气氛是足好的。迄当阵有一段期间，我找无所在住，我去住伊啊。哦呀，对，哇！你就敢若即件代志，就知影伊对我足好。所以恁翁某房间恁三个困做伙。无啦，我有一间空房啦，对。喂，我那打来台北嘛是住迄个谢丽因兜，哦，安尼啊，住因兜福堂，是，都会活动。你是讲这个阿啊？弥陀佛的不是迄房间无够嘛，还有榻榻米我都困伫遐，哦伊嘛甲我收留啊，真的所以即摆叫谢丽叫爸，哦，早餐无买互我。你个即摆搁伫唱呢？嘿嘿伫恁互相的心目中，对方拢是真好，真对不对？真好。好安尼这个演出咱公司嘛有录影，对家己表现安怎？我感觉我差不多有及格尔啦。你敢要听听我的感觉？听听，听，听者，因为伫咧排练我想要了解一下。排练场期导演对我没什么要求，对，因为我老嘛，叫我一个伊个呀，对我顺才甲叫起来呢。我来看每一个人的行动，我会特别注意创现啊。无伊戏的时阵啊，伊伫咧后壁，家己伫咧身段，伫咧比啊，伫咧练唱。我就感觉这个演员，哎呦，这是一个真守着演员本分的人。无你的时阵去复习，不断复习安尼，啊，然后再下讲哦，我不会唱歌，我要回家。当然，迄是一个情绪的抒发，是，但是伊当下第二天伊佫转来，迄阵代志我会使讲无？哦，老紧啦，无要紧哦。哎呀，无紧。好，要演出进前一定有定一天的总排练。总排练进前已经有一个技术排练。什么叫技术排练呢？就是甲灯光甲所有人行到阵。技术排练创现无来，是因为因接到宜兰爸爸的不幸的消息，对吧？所以伊无来。伊无来时，第二天阮所有人拢决定讲，明仔载的总排练。其实总排练就是演耍的顺序，但是为着创现啊，阮大家拢留落来，配合伊，好互伊行一摆。因为迄天伊的情绪是规个拢乱，大家使想讲，上一天老爸离开，我今日要来演出这种心情。迄阵你想安怎？啊，就是我，只是我是想讲，阮爸爸一定希望我甲伊做好。我就想讲，我对伊上大的思念，就是甲每一件代志做好，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思念甲陪伴。我就尽量甲做好。加油！你到你边仔去个。啊！诶，你老师免讲一句啊。我就是知影伊的状况啊，迄天就其实看到伊就唔甘的，啊，毋过因为遮侪学生拢伫遐，我袂使对倒一个较偏心，所以我一直继续讲无代志。我看到伊嘛是讲安怎，练好袂？要唱啊，会紧张无？我拢无甲伊提起迄阵代志，啊，毋过我心内其实足毋甘的。因为我嘛真正足感谢每一个人拢知影了，足帮助我的。不管是伫咧技术上，还是讲伫咧戏剧顶面的互相斗相共，迄感觉足好的。所以我会更加想要家己演好。啊，毕竟我感觉这个戏有够歹演的，啊时间叫足短的，拢无时间好啊，搁家己做到一个程度。练啊，这物件。是，老师，我传到你看到无？有，你会刚刚讲一个感想者。因为这种戏术演出吼，伊甲比做一种现代甲古早甲做一个结合。而且对于艺术当中，我看咱台语一种新的希望啦。而且迄故事嘛，迄种现代感就是讲传理已经往生啊。毋过伫创现来需要时阵，伊搁伫身躯边陪伴伊。啊，因为创现来搁伫思思念念，所以传理嘛毋甘要离开。啊，两个人伫遐哥甜安尼，两个人互相痛苦，所以有时选择放下，对对方拢是一种真好的帮助。
所以有时创现啊，虽然阿伯即摆已经往生啊，毋过伊即摆升天做仙，是你得爱放下，好好表现，互恁嘿互恁老爸感觉创现啊，我有你这个囝，我足公平的。是，老师谢谢。好，老师甲恁鼓励了，咱以后更加认真拍拼，好，因为明年有可能出国演。今仔日先来考大题，恁拢来过嘛？来过来，对来过。啊，知影即个规则嘛吼，过来是台语的程度啊嘛吼。好来，拄啊，创现讲，伊咧练身段，伊咧练遐唱歌的时阵真紧张，对比如说我不会唱歌，我想回家。第三届啊，我搁讲啊。不，迄我了解啦，迄写了就好啊。是啦，写啦。所以咱即摆去讲，来紧张的时阵你会安怎？哎呦，老师考来拜托，来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皮皮抓，所以啦，你也真简单咯吼。来，紧张的时阵你会我的面色青顺顺，面色青顺顺，袂歹。紧张的时阵你会我的心肝皮泡菜，心肝咧皮泡菜，袂歹。紧张的时阵你会我会串青菜，皮菠菜串青菜，皮菠菜串青菜。有可能啦，哎啦，有可能会巴肚啦。。迄是较早囡仔，咱咧饲囡仔时候讲，囡仔着惊迄色，迄个出来色啊，怪怪的讲，而且囡仔有问题。我改版，你即摆佫会青菜啊？我改版。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落菜。有可能，卖紧张，有啊，有人会安尼啊。有一个比出来啊，卖紧张啦，哦，卖紧张。我即摆就紧，莫问我。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讲话踢踢吐吐，袂歹。哦，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流汗，你会使加一字无？流庆歌，流庆歌。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骹手拎机机。诶。哦，喂。有人在食素不辣就好啊。哦，是安尼，我即摆就小可拎机机啊。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紧张，紧张。诶，有人嘅。紧张啊，流紧啊。要紧，来。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规身躯定壳壳，规身个定壳壳。哎呦，而且硬正，到底要安怎？啊，对，站等有所以讲有啥物话叫肢体僵硬，就搬去安尼无自然水。来，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胃胀筋，胃叫紧。胃胀筋。哎呀，就是巴肚安尼胃。我第一摆举到迄支金钟奖，哦，去到后台团晕了，哦，呢。啊，是安怎？胃叫紧，胃夹落，啊，到了。人徛袂住，碰到第五届第五期的时阵嘞，吼，目睭叫紧，我目睭叫。第六届目睭大。哎呦。来，紧张的时阵你会哈。讲了吗？我讲叫紧。紧张的时阵我会忘词啊，我会。对哦，对哦，对啊对啊。袂记你代数哦。袂记代数袂晓，A 嘛 A 嘛。哇，你安尼，唔知要讲啥。迄个前面猫去前面去等着死了气呢，安尼哎呀，拄啊好过关啊啊。一定过关的啊！紧张的时阵你会。紧张上我咧。可以。分期嘛是种。来，紧张的时阵你会。我会大字，讲过我想啊。什么代志？有讲过的。阿妹，无啦。大姊无讲过，伊讲话滴滴嘟嘟啦，我是无会讲。好来。哇，伊头毛咧，有咧，三宝，生三无宝。啦，我你看这水有没有？哎，恁这几个菜皮班要当路线啦。等你菜尾巴，等下，你到是位啊？你叫阮想啊？你想啊？宝贝，你莫来乱啊！我伫你这营区遮久啊，就罕有人问我是倒一位的。哎，我甲恁讲啦，别个营区哦是拢比几梯啦，咱这个营区较特殊啦吼，拢是比号码。咱这问是的吼，啊无你是几号啦？你耳孔甲伊拍开哦，听清楚，我的号码叫做恁靠背。我哪感觉你咧讲歹话啊？啊！我号码就安尼啊。你该念一遍。老师咧讲，你拢无咧听；老师咧讲，你拢无咧听，你拢无咧听嘛。要讲号码时阵爱念文音对无？哦，文音嘛，文音啦，啥物咧靠背？文音。
989898。安尼就对啊嘛，来我看卖，我算一个吼，空空9898一批尔，一批尔才臭屁，立正，你什么叫你？立正，小休一个，走死啦，立正，小休一个，立正，小休一个，立正，小休一个，立正，去边啊？假鬼假怪，一批尔，你搞我大细声。你迄哪有爱较讲的，你就大声。我记得我拢咧食熬糖，食好糖。脑疼。笑，你几号？我的后尾吼，讲出来你会惊啦。我惊，笑死人！我惊这个野区吼我惊，我可唔捌惊过。来，你讲出来。我的后尾就是，哦，你人，我是你老师啦。为什么？会惊无？为什么你的后尾听起来拢有一种咧骂人的感觉？啊！我你耳康是爱踢你呢。安尼嘛才土皮尔，土皮我会惊你啊！土皮来出啊！招声苦呢？累，爬起来，苦累，爬起来，苦累，爬起来，苦累，叫你苦累，你搁爬起来，去边啊？进来了。乱七八糟，哎呀，这莫名其妙乱七八糟，菜逼吧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捌你啦，哎哎，你几号？来注意听，看好哦。嗯，我的号码就是重缺。喂，不啦，我之前就袂给你交钱，所以号码用收。收起来，你讲的是电话号码哟，无人用收起哟。去边啊？听讲你真惨嘛？啊，林志玲你上歹嘛？啊，唔足歹诶，我敢会惊你哦。啊，你别无是无你惊你的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有听讲你这丛的啦吼，这大丛鼻孔毛拢藏出来啊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知影你有甲我当做对手，但是我无甲你当做对手啦。我跟你讲，你想要来这做头，无可能啦！今仔日我若无甲你处理，明仔载我就互你处理去。今仔日唔是你死，就是我无办还来甲处理嘞，处理啦。处理来比起咱的号码看谁较厉害来比看卖啊，像惊像，即摆算到3个掠落来啦啊！真两三，来哦，靠我，处理嘞，靠我的真两三来看到，看见啦，空八，歹势吼，8，白铁啦，安怎？一般铁机吼是8，叫四枚，我8啦，9枚啦，安娜，我的是生日杯，1下2上1，来你管，你管，你有坐过伏地挺身哦？有呢，我真正有。你去遐坐一下。啊，你好我哦。看这个菜逼趴做会起来无？来去，规体的来，啱坐落。好，好啊，恁这菜逼趴，拢给我徛好，徛好。创啥会？连讲吼，我若要经过吼，恁上好拢闪较边啊，莫伫我面头前开讲，安尼有听到无？是菜逼吧，哈哈，这个野区我上大啦！怕煞未？保持起跑，好，感觉。那就好，你了6打，密麻的冲上去，报手。来，免报，来老搞你啦，碰老搞你才行啦。咱这个野区无咧比啥物长官，也无咧比啥物规体，是比号码。好，来看这个。8，八啊九支九啊铁八枚，八啊铁，啊无你是几号啊？你有比我大无啊？你是不给他顶了？嘿，你几号？来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一条龙。什么？即马是你长官，我长官，你甲我讲我好。报告长官你好，是你长官，长官陪你处理。好，长官你好，等桥。是。拍了好。长官，真正咱
咱要对抗毋是敌人，抑个要对抗这天气要变化，咱拢毋知影，是当拢按准备好势，站来。所以今仔日要做一个特别的训练，看到无？哦，伊也伫遮，食物伫遮。什么人？我就伫上短时间将这碗面吃完，迄个人就是金。请进。你们这个动作，迄个冲啊跑啦，那平平点的连身躯安尼，一来，所以这个环境之下，上快上加上紧。第一位，林志玲这位。好，一位。考验开始。慢困下。讲得好嘞！电筒关起，电筒关起。来几秒，我了解者。19秒点71，哦，都紧的。呀，对，像我拢倒去啊！红台梯啊！好难听啊！哎，没当穿裙呢。啊，有影啊。第2位，我辛苦的。你会使吼哎，。你还个犀利的，哦，加油，按咬好掉哦。要我调，要我调。会飞哦。我是建议你先坐好，我会啊，这样我会晓。浑身夹起来，我甲你讲啊，我国小的时阵吼，安那？都穿裙去高空弹跳。真的哎，啊，讲真的，真的啊。够秀哦！真的啊。考验开始。哦，就紧的呢，就紧的。 50秒吧。哦，我睡，我睡。哇！ 11秒点88，哎，你三大波的飞燕嘛，人查某囡仔11.88秒人就完成啊。来，再叫你啊！啊，那是不是喺卡波叮当去啊？我是一个偶像歌手，什么叫偶像？我在改参加就偶像歌手艺术。之前哎，以前的代志，唔好讲这些，过去啊吧？我做什么老目屎？你使老婆紧吼来，考验开始。停。你食到连地都无去啊？啊，未正经穿着 lucky 啊！来，等下等下，你的时间是14秒点43，过来，落卡你先来。好啊，而且报告营长，我感觉这个较大碗呢，干嘛？大有。那是照人的心肝来分的，有咧食较饱安尼的啊个，安尼才食会饱哦。你要了，你这场需要体力。对。爱先喘气，无就喘气对无？对啦嘿。就爱情穿开。考验开始。爱吞了，爱吞了。你是屁股在放？我都穿开啦。真正我有喘气呢。我知啊，哦，你讲啊，面食足紧的啊。
但是你前面个30秒呢？哎，你即马看引导呢？没有，哎，你即马变啊引导哎，我就他们俩就故意的。哦，刚刚玄彬嘞，不，啊，等下。太阳的后面。太阳的后面，爱的乱降啊！太的乱讲。好食无？哎，没法讲。对啊。来，搁一位，下一位。哦，你的嘛出大啊！你是讲对新冠开始？啥？你怎么讲？我宾馆，你怎么比我还大啊？大碗代表5唱歌。安尼我就甲加落啊！哎，加落你的歌好你吗？来赛，加油，加油啊！加油！会使帮我加一撮酱料无？哎，上好卖加啦！哎，啊嘛等下酱料伫你的面。你袂当喘气。你见人个要求遐济。好，等下，电风先开，我来考验开始。收听。有要紧无？你要讲我啊有？讲话无啊？有要紧无？你是要无？无无。我有讲话。有后悔惊到落去无？无后悔，但是你好。哎，你这喙鬚，那是白色的。好过嘞。气了。 31秒点52，所以今仔冠军是迄个啱。11秒点88，但是这个大拢袂歹，有一个吼，我感觉较比比淡薄啊啦。你我哪有啦？有啦，你有人去甲爷去边啊？对，我有小用手这样。对，你这吼，你这款行为叫做吼老伙仔称尖，囡仔行路。好来哦，到底对一句才是正确的形容？战胜第一句，请举手。无人，我感觉，感觉老我感觉我要的，我感觉。你还搁咧笑？你先讲。行啦，老伙仔撑尖，就是因为老伙仔已经目睭无好啊，啊伊要撑尖，甲安尼撑，袂过。袂过真拼的啦，足拼的。安尼那是好食。但是跟这个状况无共啊。你要吞了无？我安尼再讲，我感觉老伙仔无一定就看袂清楚啊。反正伊目睭足精的，哦，啊，但是伊如果叫做老伙仔豆豆来，哎呦，啊，就头食步一寡步数人的动作伊袂使，其实伊拢足够哎呦，哎呦的。，小可这种感觉，我感觉是安尼。因为这是我头先伫咧正场的时阵感受到的。好，啊你去啊？ OK 啊，恁两个有恁两个一个月，我哎三咱个。咱两个。恁三是选囡仔行路，对，是安那我有分析啊，我太分析了。分析。混血。我有分我是讲析你有分析的，我有分析。分析安那？因为吼，伊这囡仔行路嘛，啊行路一定是一步两步的啊，哎所以你讲是倒一个是头一步嘛，甲步有关系的就是行路啊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哦足巧的我有分析分析，有这简我这体单吗？肌就巧对。不对？哎呦，真正袂歹。唔是安尼。你是这意思吗？对哦，就是我知影意思啦，我知影答案。差不多这个是安尼啦囡仔行路，囡仔就是细汉人嘛，细人哦，头一步小人行路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头啱啱讲啊，真对当，哦，因为啥囡仔人行路较细步啦，啊细步拢行的是细汉人的行的步哦，变少年步啦。哦，少年步就是我拗步啦，到比屁的啦，拢想迄有空无顺的安尼啦。哦，这种干干巧巧哦，天不容。哦，你有够了的啦。啊，另外一句就是啥？老伙仔撑尖，因为老伙仔吼目睭较无好，啊目睭花花，鼻仔看做菜瓜，啊目睭雾雾，鼻仔看做脸雾，啊目睭粗粗，变数看做好体路。啊，要撑尖的时阵就安那，啊去找啊，找迄空啊，所以变啊找空，找芳，所以是找空找芳就是安那。你遐足鬼足怪，所以人讲鸟头这，因为
阿辉丁辉也是靠迄个拗步啦，所以顶交答应该是囡仔行路。是。感谢提供这首诗的朋友，这首诗叫做《歹运到》。那阿嬷、阿公、阿母、甲阿爸去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啊？好，来串正是重现呀。麻烦由你开始。好，阿嬷挽金蕉，煞来闪着腰。阿公，阿公猎白鹅，阿公猎白鹅，害伊跋一倒。阿母炖米糕，险险着火烧。阿爸去卡鹅，手盘拄一刀。哎呀，歹运到，真啰嗦。哎呀，这字唔知影吼。唔知，迄字真正无清楚。这是手盘拄一手盘拄一刀，手盘哦，去拄着一刀啊，去挂着的哦。嘿，应该是伊咧，这是用迄个机器，迄个夹迄个乌鹅啊，迄款。所以老师记得下边来读。青鹅啊，青鹅，哇，好难哦。青鹅，难。青，你多还哦，你遐无饲鹅啊？我也无，阮那饲鲍鱼。对，哦，亲哦，讲啊做啥？就开啊呢？我来鲍鱼连迄落石头顶悬，迄只要甲伊吐起来就好啊，免搁伫遐亲哦。嘿，青鹅，甲鹅啊，甲青鹅开起来，青鹅嘿，手盘拄一刀，拄一刀，因为这刀啊要乌的时候无说你多出去，拖去啊，拄着手安尼。啊，老师，今仔唔免嘞，今仔我就好啊。阿嬷挽金蕉，煞来闪着腰。阿公约白鹅，害伊跋一倒。阿母炖米糕，险险啊着火烧。阿爸去深鹅，手盘拄一刀。哎呀，歹运到，真啰嗦。喂，真简单嘛，叫大家跳起来。好，莫想两下的代志，莫想着包鱼的代志。好，来，一、两、三，开始来喽。阿嬷挽金蕉，煞来闪着腰。阿公约白鹅，害伊跋一倒。阿母炖米糕，险险着火烧。阿爸去深鹅，手盘着一刀。哎呀，歹运到真啰嗦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尾再继续出歌，袂山袂水为恁咯。